話說我副眼鏡最近俾我個女無情咁摧毀啊！唉，逼到我即刻衝上嚟深圳國貿站就揾艾斯眼鏡楊老闆求救。嚟到艾斯眼鏡居然俾我發現佢哋原來最近鏡框有最新嘅優惠添，款式咁低至28蚊起，咩話連鏡片都29蚊，一套配埋都只係57蚊，收港幣仲可以1比1，仲有過千款98蚊嘅鏡框，運動款、鈦金屬、日本框全部都有。楊老闆仲教我一個冷知識啊！近視越高，你睇到嘅世界就越細。想知漸進鏡片點解有啲貴有啲平？睇下呢個圖啦，你就會一目了然。名牌鏡片今年超抵啊！開牙防藍光打完折仲係305蚊，仲送鏡框。依士路、蔡司、Stepper 全部都有優惠。最震撼係呢一部Stepper AI 鏡片機，全深圳只係得艾斯佢哋有咋，可以根據你嘅眼球軌跡度身訂造鏡片。仲有Nikon眼底機，蔡司嘅三維定位儀，現眼精進到0.01毫米，等緊配鏡仲可以坐按摩椅躺下，真係服務滿分啊！想睇今集咁精彩嘅詳細內容，記得擔定凳仔入嚟睇晒成條正片啦！